后来继续来看屏东一个妈妈，20岁后生确诊患着病毒，发烧是发假40度半。这个妈妈就靠着进前做好的准备，帮助后生拍退病毒，防俄罗斯这个地表上强的妈妈。国家一直皮喘，10岁杨小弟确诊啊，发烧到40度高，让妈妈真着急，嘛唔知会当找上到啥工。1922我打了1天1夜都打不通。 不然就是电话端忙碌中，就是你永远都打不进去的。尾啊，屏东基督教病院看过，开药啊，给杨小弟，让杨小姐家己进前嘛已经准备好退烧药啊。小孩子的话，我觉得塞屁股的是最有效的，因为它可以很快的把它的温度降下来。冰枕可以在它的很烫的时候可以放在它的那个额头跟脖子。医生买运动饮料、布丁含豆花，和脑天后生食落，麦当补充电解质。但呢为后生5月初确诊后，用充分的准备和病毒对抗3工，后生嘛总算退烧。伊甲这个过程铺伫人面前分享，成2万外人起赞。拢讲这个妈妈真严硬，其中杨小姐嘛讲到，会甲后生细胞掠灵。医生讲手掌小可弯翘，轻轻啊打囡仔较接变的细胞，会当互因的喘气更较顺。就是肺的右边跟左边2侧，从下面往上面拍。 随确诊数愈来愈多，互真侪囡仔拢倒着病毒。杨小姐的铺文，那鼓励每一个家长，嘛提醒大家做好齐全的准备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